你好，歡迎你，我係619，為你聲音導航。巴夏，一個自稱嚟自愛沙沙尼星球第5密度嘅外星集體意識，主要透過美國通靈者達瑞爾安卡進行傳訊，已經持續接近40年。巴夏嘅訊息融合咗靈性與及宇宙觀點，主要係希望幫助正在經歷意識轉變嘅地球人理解如何創造自己嘅實相。要明白巴夏嘅訊息，首先要理解佢嘅核心宇宙觀。巴夏將現實描述為一種振頻嘅顯化，你所體驗嘅一切，包括物質、關係、事件，都係你內在意識嘅振動頻率所吸引過嚟嘅鏡像。巴夏認為靈魂選擇嚟到地球係主動，係有目的。佢哋將地球睇成係一個高階嘅遊樂場，又或者係一門學習課程。靈魂帶住創造同體驗嘅渴望，自願入場體驗，學習喺此時此地玩轉三維世界嘅遊戲規則，並將黑暗同困難轉化為成長同光。最終嘅目標係修畢所有課程、畢業，以及個人振動頻率嘅提升同意識嘅擴展、揚升。咁究竟點解我哋一開始會完全忘記自己係邊一個，又點解要嚟地球呢？呢種遺忘究竟係一個錯誤，定係一個刻意嘅設計？據巴夏所講，我哋嘅靈魂旅程始於一個充滿勇氣嘅決定，因為渴望體驗我是誰，我哋選擇咗一場徹底嘅自我遺忘。你可以想象，一個本來完整、知曉一切嘅意識存有，為咗體驗探索與及發現嘅純粹喜悅，主動披上一層叫做遺忘面紗嘅濾鏡，投入地球呢個隔離區。呢塊面紗令我哋忘記咗自己嘅本源、力量以及永恆性。呢個設計嘅目的係為咗創造最濃烈、最真實嘅體驗。遺忘係為咗讓靈魂能夠100%投入去感受探索嘅喜悅、選擇嘅自由、重新憶起嘅感動。地球就係我哋為自己選擇嘅一個極具挑戰性亦極具成長潛力嘅遊樂場。問題係一旦遺忘，我哋就好容易將幻象當成係真實。巴夏指出，我哋最大嘅幻象就係分離感，我哋覺得自己係獨立、脆弱同源頭割裂嘅個體，需要不斷競爭、囤積、防衛。呢種分離感體現為3類主要嘅地球課題。第一類，基於恐懼嘅生存模式，我哋將絕大部分能量都用於應對虛構嘅未來威脅，活喺焦慮當中，忘記生命本應係一場創造。第二類，社會制約與及角色扮演，由細到大，我哋都被灌輸一套關於成功、價值、正常嘅標準，我哋努力扮演好員工、家長以及社會認可嘅不同角色，但係就將內心最獨特嘅熱情信號設為靜音。第三類，關係中嘅能量消耗，我哋喺關係當中經常唔係無條件咁投入愛，而係習慣咗用索取嚟填補內心嘅空洞，最後形成依賴同控制。喺重重遺忘同幻象之中，巴夏認為所有嘅痛苦其實本質都係一份禮物，係靈魂設定嘅響鬧，提醒我哋你諗嘅方向同你內在真實嘅藍圖有偏差，係時候醒一醒，睇一睇地圖。咁事實上，我哋有冇地圖同指南針嘅呢？巴夏嘅答案非常肯定，有。你內置咗一個絕對唔會出錯嘅導航系統，而呢個導航系統發出嘅第一個亦係最重要嘅信號就係興奮。巴夏所講嘅興奮或者最高興奮，並唔係指即時嘅享樂或者刺激所帶嚟嘅快感，而係指當諗到、見到又或者做某件事嘅時候，內心自然湧現一股輕盈嘅喜悅感、好奇感與及投入感，可能係睇見某種風景時嘅觸動，學習某項技能時嘅專注，幫助某人時嘅滿足。呢種感覺就好似你靈魂嘅獨特頻率對外在事物發出嘅共振鳴響，跟隨你嘅最高興奮而行，唔需要理由，亦唔需要立即知道結果。呢個行動本身就係向宇宙發出一個清晰信號，我選擇對準我真正嘅頻率，
而現實就會開始逐步重組，繼而就好似鏡一樣，為你映照出更多與你頻率匹配嘅人事物。所以我哋嘅遺忘以及迷失，並非意外又或者錯誤，而係一場神聖遊戲嘅精妙開局。痛苦同迷惘唔係你需要消滅嘅敵人，而係指引你方向嘅路標。你嘅靈魂從未迷失，佢只係沉浸喺體驗之中。喺實際操作上，究竟點樣辨別頭腦嘅噪音同靈魂嘅興奮？點樣喺每日生活當中持續跟隨呢股微弱但係重要嘅信號？跟隨之後，人生真係會發生改變，定係只係一廂情願嘅幻想？下一集我哋將會離開理論層面，進入真正嘅實修地圖。我會解構巴夏嘅興奮公式，並且分享幾個簡單而強效嘅日常練習，幫助你清理內在嘅接收天線，踏實咁踏出尋找與覺醒嘅第一步。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歡迎你留言、讚好、訂閱、分享。我係619，約定你。